来，接下来看一下两个嘅谜面。头上西西房，脚下圆叮当，日是行山转，也不去天光。哦，即解到头上西西房，腳下圓叮當，日是行山轉，也不去天光。也係同一種用具啊，用具啊，一種用具。乜個東西呢？乜個東西喺頭那喺西西房咧，腳咧有圓圓，日是頭用上到天天用上轉。有頭呢叫去到天光，係乜解？我哋看一下答案。呢一隻筷子啦，乜要開放嘅人，我講度兒，係講筷嘅，